台北市府要试办智能机器狗，将正式公开，未来会负责道路巡检的任务。也毋过有议员是认为讲，这机器狗的制造商是中国的有治安的风险。也毋过副市长李树川是强调，这内底检测的设备、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开发的无治安的记录。插国旗的机器狗日期正式出来，这是台北市用来巡视道路的智能机器狗。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也伫面册发文小解新手判，暗过撮合台北市机关干事会质疑机器狗制造商是中国的武术科技有治安风险。台北市不知不觉把机器狗变成特洛伊犬引进台北市，无疑就是把台北市全都漏。台北市新港处表示，机器狗的外壳是得标的台湾厂商向中国武术科技买的，暗过内底检测设备的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家己开发整合，无治安记录。治安专家是提醒，若晶片本身设计有漏洞，也可能有资料泄漏、设备被监控，或者是控制记录。晶片层级如果被埋了一些木马或埋了一些后门的话，那这个它就有可能在一些你不注意的情况底下去收集资料，然后透过网络去做外传。原则上，机器狗去做载具，所有的上面拍照检讨这一个有关传信息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了。新港处强调，因为国内研发机器狗，还无上协应用伫道路巡检的机器狗，厂商才会选择用即马话载具做平台，将资源集中伫核心检测设备，加开发 AI 技术。因为机器狗属于试办计划，但厂商无清楚资源问题了后，才决定是毋是继续试办。记者综合报道。